继续来看，台中有一个妈妈出面来指控，讲太平区一间私立的幼稚园有男职员疑似甲伊误会查囝乌白来，查囝甲讲，迄个男职员有甲卡。这个妈妈真生气，带查囝去验伤，去报警要甲告。社会局甲检警已经介入侦办，幼稚园这边讲会配合调查。而且他有时候是一直哭，你知道发生什么事？要是开始狂暴打。妈妈甲含误会查囝对话落来，愈听愈心痛。因为读太平区私立幼稚园的查囝，有一天雄雄无想要上课，一开始抓准查囝做唔到代志，互老师处罚，一家囡仔问煞惊到。那个饭也没得吃，甚至是白饭要加，就是没有配菜，是要浇白开水吃。然后他说他要抠他屁股。妈妈讲，敢若是幼稚园的男职员，甲学校讲学校处理的态度无积极，讲好人，所以决定转学带查某囝去验伤提告。我们一切都是交由检调单位去做处，因为也要还我一个公道。幼稚园的园长讲，代志一发生，就随启动内部调查，防止看男职员好人对女童做出不当的行为，嘛会配合警察和社会局调查。社会局嘛讲，伫8月初有接到通报，嘛有发声明告讲，专案已经接到教育局专部家访中心，由检察官指挥侦办，市府嘛会配合调查，协助有关单位和家属找出真相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